带新的探险队员来啊！哦，各位来介绍一下。好，小朋友看头前大声讲出来是啥物队？我是在鱼乌鸟队。好，自我介绍你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庆林。大家好，我是酷玲玲。大家好，我是蔡彩莹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彩培。哎，您好，您好。是，准备有4位小朋友，搁要来提补助，还是讲今仔日欠一个人啦？哈哈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洪小琴吼去传阮的点心。点心。我跟你讲，我巴肚足枵的。我就要的。等伊真正爱等足久的，我巴肚足枵的。点心啦，煮足久啦。那你问你要加无？来，要加。你的嘴是啥？无我家己爱试食。哪煮哪食的哦。啥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今日好传这水饺要互大家食。啊，你进来，我知影好探险队员你嘛有来。你嘛有啊？来，真好，排我传一份呢。摆好，我摆你家。来，免客气，这上菜，来。真的。啊，你拜5个咧，拜5个，你要的呢。好哥来哈。哇，不都这样的，水饺，拍者，就过去，拍者。水饺呢？这水饺有香，对不对？水饺吼就是安尼，爱放足久的安尼较好食。对。你来甲我插队啦！哎呀，我甲你讲，我无甲你插队，阮。然后我存着对不对？伊平常时少无用的，等下搁互恁提补助，啊所以爱先互伊食，食了有亏咱，再互你提补助，你讲对不对？再甲你服务安尼啦。即摆大家排队，啊，咱拢有照迄先来后来的顺序咧排，而且大家的时间拢白重要，袂当因为个人的因素都来插队啊。啊，若是有人有样看样安尼照咧插队，安尼毋就乱去，而且互阮这4位，搁有我。这5位少几个人，感觉足无公平。啊无，我借问探险队员啊，啊恁若是吼咧排队的时阵，啊恁巴肚足枵，啊头前个足侪人，啊这种状况，恁会安怎处理？林奶，林奶。玲玲你咧？我就拜食去别。去别间。有的人继续排，有的人啊，规矩卖食去别间。我知影，若是真正足紧急，真正无法度，咱会当甲头前的人参详，请互上互咱先。哎，安尼我问一下探险队员，恁敢捌伫咧排队的时阵，去互人插队的经验？叫做诶。交作业的时阵。我是班食点心。哦，点心哦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叫人插队，啊，你敢有甲伊讲？啊，是你就是啊。恁来，你有恁来吗？恁来啊！亲像头先你安尼有讲出来是足好的。对啦。真的，若是真正吼，小朋友若是真正，你若是咧买物件的时阵，拄着有人插队的时阵，你会当甲头家讲；啊，若是买票的时阵，你会当甲工作人员讲，请伊斗3工安尼。好啦，啊，歹势啦，歹鬼带头。对。啊，就互恁来食水饺啦，来，食水饺啦，吃水饺。哎，食水饺，你唔通食呢？你要减肥吼。你莫食。加食一寡。你看人讲你排队食水饺，你莫共吵，你莫共吵。一人提3粒。小朋友，咱过来。小朋友，咱今日来上重点是要创啥？吃水饺。我点去。你做歹你。今日来我是要提补助的，这水饺补助摕了，阮才食。好啦，对，你来提补助啦，搁教恁食水饺啦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教。叫阮的名，这关是新鱼仔的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安呢。探险队员，头壳顶是啥物字咧？零糖混。对，无唔对，这拢是做点心的一寡材料。因为今仔日要考验的是甲烘焙有关系的事。烘焙啊啦，闻到香味啊！闻到香的味啊！嘿，可能啊烘香、烘鸡卵糕，还是烘饼。啊，恁家己有介食点心无？介。哦。家己介意食啥？冰。爱食冰。饼。哎呦，啊你咧？饼。爱食饼。你若爱食，你可能就会晓讲。哦，安怎来摕到大片咧？4块就有1块大片，8块就有2块大片。尽量加油哦，尽量讲哦。来哦，
引来噶，来，哎，哎呦，大家没给掉，看头前讲的哦，有袂歹哦，速度真美哦。再讲，黄老师，抓哎抓， ，no no，黄老师，拜拜。拿，打，打，拿下歌下嘛，哎，差一点点慢。来哦来哦，哎呦，好，再讲，谢哥，混这个有，嘿嘿，这底下好在困，哦，搁咧想哦，行上转，哎，水，哎，米粉，哎呦，米粉，这袂听，有，嘎宝，哎呦，哇，家母真标准呢，咧鼻音都给我发出来呢，家母，混哦，香菇丁，水，干哦，有，外地的两地大哎呦哦。牛口啊，水，哇，这个大。七地啊咩？买了，什么？功夫教厝要食着有，哇，对，哇，贝地，哇，刷，来，TH 是读啥？台啊，科嘛，台啊。台啊，主要咱台啊，咱伫烘物件，咱要用米粉的时阵，就过滤，甲迄个较油的大细，过哦较利的。咱伫烘物件的时阵，你用才会准，知无？这较水啦。会用迄台啊来烘，就台迄个米粉。好，来看卖下者，哇，这句讲了真标准，对不一解？功夫教厝要食着有，卡叔讲哦，我有一个功夫是晓烘胖的。哦，我若想要食胖的时阵，我就通家己处理啊。做免去买。而且你会晓烘胖这个厉害的能力，你有这个功夫，你就通下去后口做胖的师傅，还是讲你通下家己开一间店？就是每一个人身躯你拢爱有一个功夫较对，好。对像你华裔讲的一技之长，哦，知影哦？好来，哎呀，八块，两块大片，来，请摕。来，摕着啥大声甲念出来？文班文班，北欧背会哦，哦，会来，搭起你。大标哈。当然一样哎。好，来加。有手，哎，有手吗？我了手一块呢，安尼算有手。好啦，不要紧啊，来哦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引来ka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阿林，阿妹啊，卖这个冲我锋，讲，伊随便冲过来要去倒。没冲啊，没冲啊伊。随便耍来看，无，你有一寡代志你要先听我解说。你敢知影耍几分通啊摕到大片？4分一块大片，哦好。啊8分2块大片，走伤紧无半地。就讲讲我感觉哦，因的运动神经一定真好。嗯，啊，你平常是有做啥运动？踢骹球哦，你是踢骹球哦。踢骹球啊，敢有参加啥物比赛？有有哦。啊，敢有得名？第3名，哎呦，袂歹咧。哎呦，厉害啊啊，其他的同学敢有参加啥物运动比赛？网球比赛，网球比赛。网球。哦，啊，网球比赛有得到什么款的成绩无？第几名？第一名。第一名，第一名哎。呀，我无啦，第一名啦。哎，是第一名哎咧。呀，冠这军点咧。虚的啦。因为未来还有真侪比赛，咱而且甲加油啦。对对对希望你我得一个冠军回来，好不好？嘿嘿嘿。哦，真正要开始啊！哦，你准备好了哦。好。我相信你这早就准备好。嗯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噶，来，耍，开始。时间有时咧算的哦。哇，我对，好来，紧刷哦。耍，会当来遮，会当来遮。你要刷，你要耍到一个，你甲我讲。嘿好，刷给你啊。来，小兵来好来，好，哦，一个鹅啊，对，对来，来，要耍到一个。降温哦，你一直去练，
迄个音，一直读，你就出来。来，小朋友来加来，夯吧，夯吧，对，来，继续算。哎，快该算的没有？哇，你来加。来，还是一 T，好。去掉。来，安怎开算始？叮当哦，吼，爱叮当哇一个，刚刚无叮当。哇，我看这声敢若，豆豆来，安尼个昂落去，昂蟹，昂谢来，来算，你安怎算哦？想清楚哦。写个算。赶快给到他讲，好，刚刚是好，二来刷一个，来，安怎算？来，英一 Tiki，来，来刷一个，好，可能要紧哎，算。时间有咧行吼，你等算过，等个算了，对，因为时间有咧行，发达，对。来，紧嘞，真正有四个同款的啦。好来，那时间要到啊。探险，对，来，来刷一个，紧哦。还有四个同款的吼，快点，四个同款，至少有够机会嘞。真的，来，咱对磨，哇，瓦达但是咱这是什么动作？提供瓦达刷吧是，哇刷，挖口挖抓，抓对。抓的对，哇，来，咱看卖后一个好，好，报道两字拢是。跳鹅，徛鹅，哎，跳鹅，我是感觉真正足歹势，干了3分，所以无半块大片，歹势啦。后一关较加油好唔好？好。来啊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Just do it！ 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汤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。加起来若到10分，就算恁过关。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新得来的囡仔兄囡仔姊，伫头先恁咧报队名的时阵，我就足好奇的。恁队名应该有一个由来，对不对？敢会当甲阮介绍者？因为阮学校以前是空军主题学校，因为5早伊是乌鸟中队的队员，有一天伊出任任务的时阵，因为飞轮机的引擎歹去，所以伊就降落伫台中。去病院时已经无法度啊，所以伊就安尼过身啦。啊，咱学校为着要纪念5早戏，所以阮的学校叫做早戏国校。哦，原来是安尼来的哦。好，带着这款的精神来挑战，真好。啊，请问一下阿林，啊，你夜时啊捌看过人伫画马无？有哦，画马上重要就是爱听清楚伊到底是讲偌济。是。来，要说偌济？叫花，对。啊，来哦，要安怎来摕大片咧？5分有1块大片，10分就2块，加油哦！听清楚。来，皮包拍50了吼，一卡1000块，啊若是呢买一卡就送一卡，上到头家叫唔敢。请问者，我买4卡是偌济钱2000块。 2000块，你算好啊？第4卡你平常时数学是毋拢考100分？无。啊，无哪会知影？诶，啊无一定是对的答案啊，对不对？2000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2000块，对，唔对？哎呦，哎，伊是讲出来呢。你是对的哦。你是对的呢。数学真好。啊，互你来介绍。来，规定就是讲买一卡送一卡，啊一卡1000块，所以呢加起来就是2000块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，好，算你对哦，厉害哦。来，选一项，选一卡，看多一个分数。这项哦。好，来，这项 just do 4 it。分，
5分，一分，啊！哇，两好，袂歹。哇，哇，这困难的第一题用丢伊安尼。来哦，丽玲，你敢有定定出去旅行，去台湾四界去？有你敢有特别介意倒一个所在？台中，台中哦。你敢知影一寡旧地名、趣味的旧地名？我唔知。安尼太好啊！真好真好，这题跟地名有关系，请出题。来，台湾地名真趣味，嘉义旧名叫做竹罗山，新店旧名叫做河尾，屏东的旧地名叫做阿高。就问一个，我倒位念唔对？屏东新店，新店，你讲河尾是唔对的，对，所以你感觉是倒一个地名唔对？新店，新店对，对。来，台湾地名真趣味，嘉义旧名叫做竹罗山，新店旧名叫做河尾，屏东的旧地名叫做阿高。就问一个，我倒位念唔对？屏东新店，新店，你讲河尾是唔对的，对，所以你感觉是倒一个地名唔对？新店，新店对，对。啊！真的唔对，真正会袂用真真的。正你搁住伫咧新店，对，来，请解说一下。无唔对，新店旧地名叫做德产，啊淡水的旧地名叫做河尾，知影无？啊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影，安怎念？地产，好，所以来选一个，三姐，会当选选一个，这个，好啊，好。 Just do it。一分。啊 ，no，这两个啦，多谢你啊！后一位，哇，你算起来几分啊，队长？今摆已经6分啊，佮差4分就会当摕2块大票，我真正足希望会当摕2块大票。无这简单啦，这题绝对困难的啦。啊，就是这题咯，咱要考的。甲运动有关系，啊，毋过甲网球无关系。咱来听看觅，咱的题目是啥物？小朋友真少听哦，今嘛要讲的是羽毛球、乒乓、佮百胜球。伫咧这个2024巴黎奥运的运动内底咧，请问一下，咱有2个项目是得到金牌，是倒2个？有2个项目，羽毛羽毛还有球、羽毛球，乒啊，搁一个乓、乒乓啊是百胜球。百胜，哦，毋是乒乓，球。咱乒乓台湾迄个少林动物足强的哦。对。所以你要选的是羽毛球甲百胜球，对，对。又对。简单啦。我看运动哦，好啦，请解释一下。无唔对，咱吼得到金牌的第一个就是羽毛球，是男子的双人羽毛球，啊，第2个无胜球呢，就是57公斤级别的这个女子的无胜球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影。啊，哇，厉害希望未来伫奥运的场所顶悬，通啊听到你的名，是继续加油，来选一空。三姐，会当选较边啊，哎，1分的就好啦。一分的啦，拜托1分啦。边啊，你用拜托边啊哟。你用拜托。这管分拢伫遮。了，到底这空会当得到几分 ？Just do it。一分。拜托，一分。哇！ 3分，哎，3分嘛袂哇，歹今麦已经9分啊。欠1分。这对了，会当摕2块大票。那对了有机会啊，因为来上基本1分嘛。这摆是在考验伊听力。这个题目是什么题目咧？咱直接来听伊安怎讲。详细听，我讲一遍了。我咧困的时阵，困到一半，胸有地动。借问一下，我会先保护我的头，还是我会先去开窗啊？还佫有门？薄荷桃，保护头。后头，啊，不过你门无拍开，保护头敢有效？门会变硬哦。好，保护头对，对。出甲这啊，真正是难度的提升啊，吼。对啦。好了，请解释一下。无唔对，就是爱保护头，因为呢，咱困起来的时阵哦，
反应较慢，啊，这视线哦较模糊，所以呢，伫咧眠床顶的时阵，你就要保护头，而且呢，你要伫咧眠床顶拍的保护头才安全。来啦，算一空啦，选一空，凊彩算，凊彩赢看啦是。不是会当选一5分呢？这个哦，好，来，一档摕到几分 ？Just do it！ 哇，2分！啊，注意啊！我你摕12分啊！你会当摕2块大片，请摕。来，直接摕什么大片？爱大声念出来哦。八座鱼，好，来，搁一个。米蟹，好，来，大起你。小朋友来我家，这个所在。 4块大片，一半机会，敢摕到宝藏呢？现在讲，在去国小的囡仔兄囡仔子，恁敢有想要耍位？到要耍位？无，就照那排，这无问题啦。哦，选高平就对啊，手甲放起你。到底在去国小的小朋友敢摕到宝藏呢？来，请背。哎呦，敢有一空，敢有一空。敢有过一空？有啦，敢若拄啊好过。哦，你最好赚的呢，颁奖。来，小朋友保重。木造的佚佗米啦！哇，一个人2项了，对，要大架势，对，主我台，哦，恭喜甲哦！万年的日子哦，来，嘿，免客气哦，免客气。咱这个送的是这插头的佚佗米啊，这就是吼，插头的主我大，主我台，你会使家己倒，啊，搁有另外一个是插头的这个万年的日记。哦，日记啊，哇，那真好。啊，今日参与落心情啥款？欢喜，欢喜。啊，你咧？欢喜，欢喜啊。啊，你咧？最紧张的。最紧张的。袂啦，即摆大家面拢笑嗨嗨啊。小 BB，继续讲台语，恁有机会摕宝藏。啊，甲来遮好好啊表现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台语。真老啊！哎呀！两项登去。对啊，而且伊4块大片尔咧。